本片由双子星有线电视赞助播出。安安，会选举手安，哎，我们今天要干嘛？我们今天来仁德国小举办媒体试读。媒体试读啊，好，看一下啊、3、4年级。3、4年级，你觉得好控制吗？就是很可爱。对啊，比较热情啊，对啊。可能是我们比较能写，对，我们比较冷淡。好了 ，OK， 好，那你先忙你的吧，拜拜。之后可能就会有人帮你捐钱，是真的吗？你们觉得今天如何？我刚不是被访问过了？再一次又不会怎样？我刚私心给了一个我觉得很可怜的主意。好啦，你觉得他们很热情，对不对？主持人今天会紧张吗？今天一开始蛮紧张的，后来就还好。可能是因为他们比较小吧。你今天是负责什么地方啊？我现在负责把它再来。我听说这根是不是还掉到地上？这根啊，你知道，因为它太长了，所以呢，它就会滚到地上。你有没有想过把它插在包包里面背在身上？我有想过，可是它就会这样通